前咧，我就話阿土沖涼之後，我哋要諗啲辦法。聽日出張咩單張？跟住我沖完涼，沖下涼，諗下，咦，得啦，阿土，男人就投褲仔，女人就投兄姐。哇！呢張單張一出，俾阿姐咧鬧到我哋，唉，都唔好講粗口啊！我哋呢啲雖然我哋都留翻啲口德。嗱，好老實講，阿土咧係我多年嘅戰友。社民連咧，當然喺立法會咧，我就最熟就阿長毛啦。長毛喺邊啊？佢唔係坐喺下低聽緊我講嘢嘅咩啊？佢成日食煙，我都叫佢哋唔好，勸你哋唔好食咁多煙㗎啦，係嘛？唯一一樣，我搞戒煙咧、禁煙嘅運動咧，就同社民連最唔同嘅啫，其他都一樣嘅。跟住咧，我爭阿長毛好多餐嘅，因為我嘅死對頭啊，長毛捧對波咧，我就係孟聯擁躉，呢幾年都好鬼差勁，冇辦法輸俾阿長毛，爭好多餐。但係對社民連嘅兄弟姊妹，我係極之嘅尊重，因為你哋真係始終如一嘅，係咪啊？我成日都講咧，立法會裏邊，我17年嘅立法會生涯，我最遺憾嘅其中一樣，就係未能夠同陶君行喺議會裏邊共同辯論同埋奮鬥，因為我覺得陶君行係一位相當出色嘅議政嘅勇士，係咪啊？雖然有人話你頭先嗰句咩話，始終唔得。嗱，好老實講，做人呢係要堅持。信念係要如一。陶君行你幾多歲？46啦。46啫，你嘅樣係唔似肥，係爭啲年跛添。你嘅樣係唔似46嘅，你嘅樣都30零到尾40開始咁上下。我唔係話咒你，不過咧做人我相信你一定會咁嘅心諗，有贏嘅決心。有輸嘅準備，就算今次唔得，我肯定陶君行喺我哋未來嘅政治嘅光譜裏邊，一定佔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，係咪啊？所以阿土，人哋話你始終唔得，需要氣餒。我今朝嚟到撐你，我永遠都撐你，因為我相信。你除咗有一個愛妻號 Jackie 之外，你都有我呢位好兄弟。我作為同阿土喺民主黨少壯派一齊砌呢個最低工資，雖然陶君行離開民主黨，我嗰陣時好心噏，因為佢哋話你個衰仔又話走又唔走，拋棄咗我，係咪？佢話我拋棄咗佢。咁但係政治嘅嘢咧，離離合合冇問題，最緊要咧，我哋係要講我哋相信嘅事。我相信陶君行，我相信社民。當然頭先有啲朋友講人民力量究竟搞乜嘢？我自己咧，如果大家有認識我嘅，陶君行你都可能記得，當黃毓民喺商台開咪嘅時候，我已經覺得有啲問題。點解佢鬧民主黨？當年啊，而家我都鬧民主黨啦。但係當年佢鬧民主黨，竟然鬧得勁過民建聯嘅，我已經覺得呢個人真係有啲奇特。但係竟然喺啲民生嘅問題。雖然我同陶君行喺賭波嘅問題咧，都係南轅北轍，但係我代表民主黨喺賭波嘅問題，同佢喺佢嗰咩癲狗嘅節目，佢嗰日咧就請一個叫做霍震霆同埋我上去做嘉賓。咁你知霍震霆梗係唔知講咩㗎啦，係咪？坐喺度聽我哋兩條友嗌交。
我係終於拗到咧拍台直播嗰陣時候咧，我話你都識唔識一個尊重？我過門都係客，你今天請得我上嚟，不斷咁謾罵我，對唔住，我而家就離開你個直播室。哇！當時嘅監製黃仲琪入嚟，喂我大佬冇揾啲咁嘢搞，做埋呢一節先走啦咁。所以咧，我話俾你聽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不過你可能都會問我，咁你係支持拉布咁啊？我梗係支持拉布啦，因為仲有一個社民連長毛都支持啊嘛，係咪啊？我哋係對事不對人，我哋為香港嘅民主咧，最緊要認清人目，睇清楚啲人，我哋唔好搞分化，我哋要一路向前，為我哋嘅民主嘅路。好似我喺隔離呢位兄弟一樣，陶君行社民連呢，我簽咗名就係撐你一個嘅啫。多謝多謝。因為我知係長毛贏，係唔敢講下嚴格，不過長毛夠啦，係咪？唔夠啊！得收翻。如果長毛要我簽呢個支持同意書，我一定簽。我嘅原則好簡單嘅，只要邊一位喺政改嘅方案同我鄭家富一樣呢，我就撐邊個，包括當然就係你陶君行啦，係咪啊？撐陶君行，撐陶君行，撐社民連，撐社民連，撐陶君行，撐陶君行，撐社民連，撐社民連。點啊？夠未啊？大哥。夠啦，還翻晒啦呢啲。還翻晒。好啦，咁啊社民連咧，其實即係講開又講，曾幾何時咧？你咪約咗老婆食飯啊嘛？係啊，梗係啦。不過都要講呢句，曾幾何時我都有啲心動係想入社民連。因為社民連咧，確實你哋嘅信念咧，我係好支持。不過咧，民主黨令我太傷心，傷心到令到我要唞一唞。暫時我都唔會入咩政團，但係我相信呢，你哋嘅理念，我一定會繼續喺背後支持你哋嘅。多謝大家。什麼聲勢浩大，但被不安養大，不足養大，哪裏怕表態？今一起過了時代瓦解，甚大執位在十大。